大家都會話咧，如果玩 cos 咧，一定要化妝啊，一定要識學整道具啊咁樣樣。咁今次咧就會教化妝嘅技巧啦。咁最 basic 嘅嘢就係教大家點樣上呢個底妝嘅。玩 cos 最主要識得點樣樣咧？我覺得就係要識得點樣認識自己啦。因為你如果想個角色出得好咧，你首先要知道自己同個角色係有咩relationship， 呢個係其中一部分。咁如果關於上妝點解要認識自己咧？就係要認識下你嘅皮膚，究竟你嘅皮膚係有咩特性？通常我哋嘅面部皮膚咧，主要分3種啦。咁就有呢個乾性嘅皮膚啦、油性嘅皮膚同埋混合性。咁要大家花啲時間去了解嘅。譬如如果你係乾性嘅皮膚嘅，你就買咗啲控油嘅化妝品咧，你係好難推得開啲粉嘅。咁你個妝咧一定係上得冇咁貼服，冇咁好嘅，就係因為用錯咗化妝品，唔了解自己皮膚嘅後果啦。